希伯来第12章，既然有遮尔多的见证人，亲像云甲咱包围着，咱着排除一切的阻碍，甲一切在颠簸咱的罪，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，着注神看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耶稣，伊为着排除头前的喜乐，无视凌辱，忍受12架的苦难，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，着详细想这个人的所做，恁才袂灰心失志。伊安怎忍受罪人对伊的误解，恁甲罪恶斗争、妖媚抵抗到死的程度，恁减袂记得上帝苦劝恁，亲像在苦劝囝儿。伊讲：我的囝，毋通看轻主的管教，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，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，鞭打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，着忍受管教。上帝款待恁，亲像囝儿，减有囝儿无受父母管教。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，恁就是私生子，毋是真正的囝儿。受肉体的父母管教，咱着尊重因；何况受灵性的爸管教，咱减毋应该搁较愿意顺从来得到活命。肉体的父母暂时久，照家己的意思管教，毋过上帝的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，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。咱特别受管教，袂感觉欢喜，反倒忧伤。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，会结和平的果子，真侪正直。所以恁骹酸手软的，着坚强起来，着修得恁要行的路，才免互别的骹突轮，反倒得到医好。着努力甲正人和睦，过圣洁的生活。若无人会见着主，着谨慎，才免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，才免有毒草发起来，造成危害，致到真侪人受污染，才免有人淫乱，无敬畏上帝，亲像以扫为着一顿食出卖大囝的名分。恁知后来伊爱得到祝福的时受拒绝，虽然伊流目屎恳求嘛无得到，因为伊找无机会通悔改。恁毋是来到迄个望袂到的西奈山，伫遐有黑暗、密云、乌暗、甲暴风，阁有喇叭的响声甲讲话的声。听见的人恳求上帝，毋通阁对因讲话，因为因袂当忍受命令因的话，讲。连走兽若磕着山，嘛得用石头顶死。迄个景象非常通惊，致到摩西讲：我惊甲皮皮喘。毋过，恁是来到西奈山，永活上帝的城，天顶的耶路撒冷，伫遐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聚集庆祝。恁来到上帝大囝聚集的会所。因的名已经记伫天顶，恁来到审判万人的上帝面前，到已经得到改造成做完全的义人的灵魂遐。恁来到新的约的中间人耶稣的面前，甲所受的血遐，这个血比阿伯的血所表达的搁较好。着谨慎，毋通拒绝在对恁讲话迄位。遐个拒绝伫地上敬戒因迄位的人，都袂当脱离罪。咱若拒绝对天顶敬戒咱迄位，搁较袂当脱离。迄时伊会声摇动大地。毋过，当伊有应允讲：搁一遍，我毋若互地，嘛要互天摇动。搁一遍，即句话指明，遐个受造的物受摇动。受牵线是要互遐个无受摇动的留落来，所以咱着感谢
因为咱有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度，咱就照上帝所欢喜的，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。因为咱的上帝是毁灭的火。